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来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26号，这一期咱们聊个热点话题，就是关于就业啊。今天澎湃新闻刊登一篇报道，叫高价付费实习背后套路有多深。大学生花9000元买来一张实习证明。他这个报道是这样说的，他说在实习热背景下，付费实习中介服务野蛮生长，大厂实习内推直达，中介发布的广告令许多学生心动。然而动辄收费数万元的服务，有时换来的只是程序性的线上实习以及一纸证明。这样的实习含金量是否值得？当下付费实习中介服务鱼龙混杂，又存在哪些猫腻和风险？他报道了一个苏州大学的一个毕业生啊，本来这个大学生他要保送研究生的，那就差一个实习证明来加分。然后这个大学生他就通过中介搞了一个实习证明。他文章是这么说的啊，他说2023年4月下旬，苏州大学的许婷通过同学介绍联系到一家名为 GCA 国际组织实习的中介。他说许婷急于在9月前拿到实习证明，获得保研加分，就直接给中介交了500元报名费。按照约定，无论许婷最后能否进入国际组织实习，报名费不予退还。中介说能给许婷找到几个符合保研要求的国际组织实习，并且岗位和他的专业相关，这不是正好吗？对口吗？说最终中介介绍了一份某国际贸易合作组织的远程实习，也就是线上实习要价9000元。许婷觉得相比市面上动辄要2-3万的中介，这家中介看起来良心得多。不过许婷后来发现，这家中介做的工作主要是搜集信息，我们是通过微信沟通的，中介给我发了一些文件，让我填写个人信息、简历。许婷介绍之后中介找了一些与其专业相符的国际组织让他挑选。某国际贸易合作组织的面试是线上进行的，就是许婷通过中介给了他几个名单，他选中了一家国际贸易合作组织。那中介安排这个国际贸易合作组织对许婷进行面试，这个面试也是在线上进行。说第一轮是简历面试，第二轮是英语口语面试，第三轮国际贸易合作组织人事面试。面试前中介没有对许婷进行培训，在正式开展远程实习的3个月里，许婷没有接触到任何一个该国际组织的人，唯一写的一篇关于东欧旅游的稿件也是通过中介递交。许婷未得到稿件反馈，稿件发表与否也不清楚。不过最终许婷确实拿到了盖着章的实习证明。说曾在付费实习中介机构工作的刘磊介绍说，机构一般会在网络平台注册账号，发布含有内推大厂含金量等字眼的内容引流。他说有时服务合同签署前还会走一个100%保录的面试程序。实习项目开始后，实习生会被分配导师，并以特定形式安排实习，主要分为邮件往来、群聊2种。导师会定期给实习生发放任务，并要求在指定日期前完成，并对实习生提交内容进行反馈和评价。不过多数时候，实习生无法获取公司内部相关文件权限，也无法进入公司实际企业群聊。完成实习后，项目方会为实习生发送带有公司印章的电子实习证明和导师推荐信作为实习凭证。刘磊坦言，某些付费实习其实是钻空子，属于基于上下游关系链的利益捆绑。部分公司在职员工向中介提供其岗位详情和名额，中介引流学生进行实习项目匹配。项目完成后，中介会向相关员工返佣金根据公司知名度、岗位稀缺性、时长、实习的时长等因素会有浮动，大致在7-8千元到2-3万元不等。这个真是邪了门了连实习都可以造假。你说什么不能造假？花9000花几万买一个大厂的实习证明。首先说来说去还是竞争激烈，太卷了，归根结底还是就业难，所以才会搞出这么多事出，对吧？10个人抢一个饭碗，那你说得打成什么样？最终就是造假。当然了，这些人上当受骗也是应该的，也不值得同情虽然就业难，
难，但是你靠这些弄虚作假，自己花钱去弄虚作假，被人骗，那不值得同情，这叫智商税，没有办法，对吧？你在这儿弄虚作假，你把别人不弄虚作假的给挤掉了啊！就像这个许婷啊，他是保研呢，他要保研加分，他就靠这9000块钱弄虚作假，他加分，别人没加分，那别人那就保不上研究生，所以这个被查出来，对吧？取消保研资格，那都是应该的。这个是所谓的这个实习中介啊，他如果真的把你介绍跟比如说华为、腾讯、阿里这些大厂联系啊，哪怕线上实习算是一个办法，你好歹跟阿里啊内部人沟通上了，不管这个实习跟阿里有没有关系啊，或者跟这些大厂有没有关系，总之你好歹还挂上钩了，那边还有一个真的大厂在哪儿？我认为很多中介啊，他完全可以注册很多，或者就是萝卜章搞很多所谓的国际大厂，对吧？你要在苹果公司实习是吧？那我给你整个苹果的萝卜章。你想在英伟达实习是吗？我给你整个英伟达的苹果章，萝卜章，或者是英伟达哪个部门的，对吧？或者是英伟达驻亚太办事处萝卜章，那随便刻啊，反正是线上实习嘛。然后假模假式的给你发一个工作要求，对吧？你去干个什么事情，这表示你在这实习了，然后给你盖个萝卜章，拿去吧。8万块，这赚钱太容易了。关键你做假做全套就行了，网站搞得像样的。你想想，每个专业对口的企业大厂就那么几家，所以他只要搞几十套这个假公章就行了，全是国际知名大厂，还有国内的，连实习啊这个玩意都要造假，这个说明这个大学生啊已经卑微到什么程度了？就本来实习没工作没工资在，或者发一点点生活费，发那么一点点微不足道的费用，你在这免费跟人家干3个月或者6个月打杂，在那端茶递水的，就连这个工作都还去造假，就说明这都难到什么程度了？实习也很卷啊，大家还记得那个什么中信建投吧？武汉一个什么学校的一个体育生，对吧？通过关系，什么关系咱也不知道，说是客户关系还是谁的关系，去中信建投实习，结果这个小伙啊喜欢炫耀，对吧？动不动把实习的那些内容啊拍着照片发到朋友圈，这事啊爆出来了，涉嫌泄密啊，对吧？这才把这个实习的猫腻啊给他揭开了。原来去这些大厂实习，那也得有背景啊，因为你实习完了之后，你毕业很有可能就进这样的券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大学生他没有这个背景，他没有后台，所以他只能靠造假，对吧？你是真有背景，你能去中信建投实习，我没有背景没有后台，那我就搞个假的中信建投实习，对吧？或者中金公司实习，就问你服不服？国内的好查，那行，我搞个摩根士丹利实习，你看是不是这个市场就出来了？说来说去啊，就是就业难，你动用背景，那我就造假，是吧？这叫不对称打击啊！拼关系拼不过你，拼背景拼不过你，那咱就拼造假吧。所以说维维老师啊说咱们是遥遥领先，我觉得啊这个维维老师说的不全错误，至少在这一块啊那绝对是遥遥领先。咱们造假的知名度啊早就打开了啊。中国教育在线报道说，浙大一教师伪造剑桥邀请函，致20余名学生被英国拒签10年。你说这叫什么事？2月16日，有网友发帖称啊，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英国剑桥大学联合举办的海外交流项目中，浙江大学负责该项目的教师并未直接与剑桥大学建立联系，而是通过中介机构处理签证事宜，并涉嫌使用伪造的剑桥大学邀请函。事件曝光后，参与此项目的同学们遭到了英国签证中心10年拒签处理，其中包括一些已经向英国高等教育机构提交了深造申请的同学。这可是浙江大学啊，浙大啊，好歹在全国排名也是靠前呢，就干这事。你看看12月17日下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发布情况通报称啊，学院复因一项联合论坛活动申请签证被拒一事，已成立工作捐班核查相关情况。目前警方已受理学院和学生的报案，立案开始调查。记者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官网看到，2024年10月24日，该院曾发布线下交流选拔通知，第5届浙江大学、剑桥大学研究生和论坛数字经济与全球创新通知。通知显示，将选拔优秀在读研究生参加第5届浙江大学、剑桥大学研究生联合论坛数字经济与全球创新交流项目，项目时间为2024年12月13日至2024年12月20日。项目申请条件之一为浙江大学全日制在读博士生，以经院博士研究生为主，可以少量经院硕士高年级的本科生。你说这害人吧？这些学生啊，这10年拒签，10年之内不能到英国去啊。根据网传的这个聊天记录啊，在一个名为第5届博士生联合论坛，就是浙大
至剑桥的纯聊中啊，一名学生表示，我已经达到了毕业标准，如果因为老师的原因导致10年的英国签证被拒签，我将追究你的责任。另一段聊天记录中，有人表示，按照你的说法，我第一时间给签证中心打电话要求撤销签证，但被告知不同意撤签。事情的起因啊，是浙大学校的一个教师和中介伪造剑桥大学教授的邀请函，他们发了一个假的邀请信，仿造了剑桥教授的签名。结果这一次申请签证的时候啊，英国大使馆给剑桥大学打电话就核实这个事情，你怎么邀请这么多中国的学生啊来英国？而这个教授呢，一看这么多中国留学生要来，说没有这回事啊，就我不记得邀请了这么多人呢。好了，这个英国使馆一查，发现这材料全是造假的，导致什么呢？叫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导致这个教授啊已经签过的也被取消了，就是撤签。刚才说的啊，实习中介你搞萝卜章，你仿冒，那个只能忽悠那些用人单位，因为用人单位啊没有那个精力，没有那个资源，真的到国外去核实，对吧？而且那个实习经历啊也只是一个参考，就是背书啊，就说明这个人有这个背景。你这玩意儿你拿到使馆去，政府递交的文件你造假，你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所以你看一个比一个厉害，一个比一个胆大。你看英国这个啊留学的只是拒签10年不给你签，还有更惨的啊，这个都不叫惨。根据港媒报道啊，11月4号，一名香港教育大学攻读课型研究生的内地学生在本港法判处企图以欺骗手段取得服务的罪，遭判监3个月。什么意思呢？这个案子就是一个张姓的学生啊，就是内地学生，2024年4月在网上提交了香港教育大学的这个运动教育及管理社会科学硕士申请，2024年5月获得了该项目颁发的有条件录取。2024年7月初，张某附上了他的雅思成绩，然后问题就出现了啊，港教大通过雅思官方机构查到张某的雅思成绩为 5.0， 而张某发给港教大的雅思成绩上面显示 6.0。 随后香港警方接受调查，发现张某 6.0 的雅思成绩是 S 的，就是啊用修图软件P 了一张假的雅思成绩单交上去了。哎，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粗暴，就这么朴素啊，就 P 一下，把 5.0 P 成 6.0。 结果啊，他为他这个不诚信的行为啊，为他这个欺诈行为付出了惨重代价，被判处3个月监禁。你说你读这么个研究生干什么呢？还去造假，这个可真是遥遥领先啊，这不服不行啊。实际上很多出国读研、出国务工，对吧？出国留学，这中间都有猫腻。有一些人呢，占着自己路子熟，对吧？他跑到国外去了，在国外呢，他认识几个人，然后咱们这边又有这种需求，对吧？有大量的人想出国务工，想出国留学，但是没有门路，不知道怎么操作。哎，那这些人呢，他就利用他熟悉，他开始动那个歪脑筋呢，正道不走，因为走正道不容易啊，走正道一个竞争激烈，第二个老外啊比较较真，老外每签一个字他都要负责任的，所以那既然你不愿意签，对吧？你怕担责任，我就替你签，伪造就这么简单。当然了，这里面也不排除啊，这个伪造人家签名，说不定也是人家同意的，这个是很难说啊，就灰色的地带，咱不说了，咱只说就像那个去大厂实习一样，那大厂有的人事啊，有的部门他是睁眼闭着眼，反正是创收，大家的灰色收入又能怎么样？不挣白不挣，对吧？所以说这些大厂也是配合，这种情况也有啊。所以外国这些教授啊，说不定也有配合的，他在钱面前啊低下了头，出了事他就一问三不知，跟我没关系。咱们的聪明才智啊都用在了这儿。清华大学教授啊龙登高说啊，亚裔创新力高于美国平均水平。12月21日，在全球华人之光人物盛典启动仪式上，清华大学华山研究中心主任龙登高在以跨境市场主体预期强信心为主题的演讲中提到，美国亚裔创新力高于其平均水平，原因是他们参与跨境经营。龙登高指出啊，跨境市场以及活力和创新力成为市场主体中最活跃的部分。如果以市场主体密度，就每千人企业数量作为创造力、创新力衡量指标，到了2021年，中国的创造力、创新力超过了美国。截至2024年，中国市场主体总量超过 1.88 亿，企业数量超过6000万，个体工商户和合作社等其他主体数量庞大。在美国，亚裔创造力高于美国平均水平，其中重要的原因
原因就是跨境经营。这个龙登高教授啊，他说啊，我们中国人的创造力、创新力已经超过美国。这个和维维老师说的轻尝试，遥遥领先，这个意思差不多吧，对吧？这龙教授说的更具体一点，就是我们的创新这一块远远超过美国。就不要说我们了啊，就连在美国的亚裔，他们的创新能力都超过美国本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沾我们光啊，他们是亚裔啊，他们做跨境电商，主要跟我们打交道，跟我们打交道水平都提高了。就我们创新能力强，所以这个美国的亚裔老跟我们打交道，所以他们的创新能力也超过了美国。你不服是不行。所以这个龙主任呢说的创新啊，我觉得在造假这块的创新，那我们应该是超过了美国，并且啊带坏了在美国的华人，他们也造假，你只能这么理解啊。这个造假山寨，我们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吧？这个在一个社会啊发展的某个阶段，以仿制为主，这个可以理解，因为你创新不足，你也没有那个资历，没有那个资金，没有那个资源去创新，你连肚子都吃不饱，一穷二白，对吧？你好比这个印度吧，那印度山寨那绝对是比咱要强，这个很多人恐怕不太清楚啊。那印度的这个什么仿制药，它仿制美国的药，美国人还跑到印度去买，就你也理解不了。所以说这个仿制啊，对吧？你山寨，在你某一段时期啊，或者某种特殊场景下，你要这么干，那也没办法。但是啊，你千万不要把这个当做一个优点，这就有点过了，对吧？你把这个当做轻尝试遥遥领先，你把这个当做创新力超过美国，这个有点自欺欺人，得了便宜还要卖乖，对吧？咱们作为第二大经济体，造假、制假、贩假，甚至全员动员造假，数不胜数啊。但是你千万不要把这个当做优点，这些专家学者鼓吹这个就有点过了。还说到这个学生造假，说来说去还是就业难，竞争激烈。现在无论你是留学回来的，还是国内985，无论你是本科还是硕士，这工作都非常难，对吧？英国留学回来的去门店应聘销售，那些二本毕业的也是去门店应聘销售，大家都一样，对吧？这高校就业率啊，全部造假，这个心知肚明。那高校的就业率啊，你根本就不用看，因为他那个高校就业率是做给新生看的，要不然人家考上大学不报那个学校啊，你那就业率低啊。我在网上看到啊，有上海的互联网行业从业人员呢写了一个帖子，他说他做了7年的后端开发和4年的金融行业，这个经历还是不错的了。今年5月份被公司调岗降薪，那他不舒服啊，他就想骑驴找马，然后他就一直找工作。他说在那个招聘网站上投了将近1300份简历，到现在总共约了6、7个面试。关键他面试的这些岗位啊，薪酬比他现在的岗位的调岗之后的薪酬还要低，而且要求变得更高，就知道就业有多难。这些码农啊，35岁以上投简历基本上是没有回音的，都是已读未回，找熟人内推啊，那也是石沉大海。正因为就业难，所以啊，咱们的媒体、咱们的喉舌啊，他才会不停的去宣传，不停的变着花样的树立典型，对吧？给大家按摩，心理按摩啊，给大家营造一个气氛，树立一个榜样。比如说啊，外卖小哥3年赚102万，90后瓦工日薪2000，在省会买了房，00后男生收破烂年入20万，装修工月入3、4万，引年轻人入局。快递小哥，对吧？3年赚108万，接2娃来杭州读书。大厂员工离职后卖焦虑，月入200万。00后女孩勇闯非洲2年攒50万。985毕业生男子捡垃圾8年实现财富自由。留学姑娘回村创业，年销售额2500万。大学生毕业做保洁，第1个月收入8000。博士情侣跟着领导下班摆摊，月入3万3。你看，尽是这种报道。简单点说，就是天无绝人之路，只要你能把长山拖下来，一样啊，会有广阔天地啊。经济现在这个样子，让那个前恒大首席经济学家忍不住发牢骚，结果遭禁言。实际上他就重复了一个故事啊，也就是你知我知，大家都知道，你懂的，所以他啥也没说，也被禁言了。我想起这个前苏联有个笑话，这个笑话反正是个梗啊，就是不一定是这么说的，但是就这意思。说前苏联有一哥们儿进了牢房，他狱友之间互相打听啊，说你是怎么进来的，你犯了什么罪啊？那人说啊，我警察说我啊泄露国家机密。然后那人就问了，这就看你这样子，你还能泄露什么机密呢？他说我也奇怪啊。然后别人就问他，那你到底说了啥？他说我说了赫鲁晓夫是个傻瓜。结果警察说他泄露国家机密。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